世代有种种的变化甲可能性，总是阮知影伫主的内面，要享受你对天顶来的恩典、恩赐甲保守。所以，阮常常要用你的话来三甲提醒，三甲来勉励，也做伙看见主你互阮迄个心意甲念理，以及你的命定。愿你通过你的话，阮每一个人得到启示、快乐甲帮助。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煞接2礼拜前啊，毋是顶礼拜哦，是2礼拜前。因为咱伫2礼拜前7月初2呢，咱有邀请到迄个寇子叔叔按即个小丑传福音来甲咱做分享。所以牧师就讲，安尼毋免占伤侪时间，会当分2段来煞接共即个主题来分享主的话，只为福音的缘故。咱今日是煞接读罗马书的1章14节到17节，咱小等下咱才来补充这经节吼。咱是要煞接2礼拜前，咱头前段是咧讲起着伫使徒行传第5章的所在，因为彼得甲遮同工使徒，因为传福音互教会的当局掠去审问吼，甚至讲因为安尼受鞭拍受鞭拍，叫因袂使照耶稣的名来讲道啦，甲因偷放。但是呢，迄段经文讲起一句话。就是头前的受苦，咱唔知影安怎严重，因为咱要讲起讲，当时用鞭拍，毋是简单小可摔一个红红尔，是讲咱囡仔时阵哦，定迄个老师傅讲手题有无？讲尻川背安尼，安尼疼搔搔的，转去厝佫毋敢讲安尼，就好安尼吼。迄毋是哦，迄是皮肉拢会裂开的。当时一则圣经就真有意思，伊讲使徒离开议会。因为因堪得为着耶稣的名受辱，心内非常欢喜。受苦、鞭拍、流血，毋过迄个时阵的门徒竟然是一种甲一般正常的反应无共。伊讲，因为为着耶稣受苦，所以感觉足公平的就对啦。心内非常欢喜，而且因愈加紧。因就愈做啦。圣经记载5章42节讲，因犹原日日伫圣殿，甲个人的家内不停无停来教示人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咱是对这段经文来讲起着一阵甘愿为主受苦的福音的见证人，来正做讲是安怎门徒。甘愿讲为着耶稣受苦，所以感觉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欢喜，佫日日的传福音，这是咱每一个时代拢爱领受的一种的激励，也是讲一种的提醒，也是一种的呼召。所以，咱有讲起着使徒因传扬耶稣基督福音，无当时的就遭受到迫害。但是无屈服伫任何的压迫，犹原坚持传福音，就是使徒成段所做的见证。咱知影讲，伫使徒即个减字，因讲当时使徒传福音，毋是讲一个开喙听见人就信耶稣啦，因为因爱经历着侪的困难，受鞭拍，遭受严重的刑罚，但是因犹原无受阻挡传福音。世世代代，一年过一年，逐个所在、逐个文化、逐款的环境，都是有即阵欢喜领受到即个福音的吊命的人来为主来宣扬。到伫天边海角，到伫沙漠旷野，到伫海岛，到伫山顶。所以咱今仔日就是要来用保罗伊家己的。一种告白啦，告白来讲起讲是安那保罗伊要安尼拼命为主来传福音，所以保罗受点的心志到底是甚物？
只有为福音的缘故。这句话听起来较重复，事实是讲，都福音吼，我无安尼做袂使，我就是要安尼做安尼。兄弟姊妹，咱知保罗传福音拄着遐尼多的阻挡，但是犹原勇敢用情啦吼。咱来查，伫遐伊所写的批信的内底，伫使徒行传内底记载下面吼，咱看见讲伊传福音的5种的理由啦，5种的理由，伫咱的经节内面有表示出来吼。第一个理由是啥物？因为伊讲伊欠福音的罪，伊欠福音的罪安尼。罗马书1章14节讲，无论什么款人，开化还是未开化的，有智慧还是无智慧，我拢欠因的罪。安尼意思是讲，对任何人吼，若是还未领受福音，我拢欠因的罪安尼啦吼。但是即话，咱拢知影，咱伫即个世间吼，伫即个即个社会吼，特别咱对即个战后过来即代啦。咱上大的期待就我一生吼，唔通欠人钱，对无？吼，若当莫欠债吼，我就世间上界幸福的人安尼吼。顶无偌久吼，有人就在研究讲，奇怪吼，战后即代的兄弟姊妹，都也无收入较悬呢，不过会欠钱呢。新的一代是安那？应该迄个。收入较悬，毋过拢袂欠钱安尼，就咧研究讲什么理由就对啦。其中一个原因讲吼，较早吼，咱若电视拍开，有通看就好啊。即嘛毋是吼，逐项的迄个媒体拢都爱去看，都爱交钱呢。吼，咱即嘛有迄个影音的迄个通道吼，迄个 IT 的吼，你要来甲伊订，都爱。一个月交几若百块呢？看会到迄个影片，别人看袂到安尼吼。要食物件，咱是讲桌顶吼有煮啥食啥。即马咱少年人吼，安尼爱叫 Uber Eat，搁爱叫迄个即个 Panda Food 安尼，甲食的送到你的厝。伊讲的意思是讲，较早的人都欠无怪钱会剩呢。即马毋是啦，现代人都习惯啦吼。即应该开销就开销啦吼。无钱才讲安尼。但是，一般人的心态是讲，我若唔免欠债上好。毋过咱一般即个社会人生会欠3种债务啦。一种债是物质的债，就是咱实际金钱吼，咱欠债务。咱买厝都爱贷款啊，吼贷款就真重啊，吼所以都爱定欠钱来纳这也是讲银行的债务。另外一种是道德的债，道德的债是讲我欠某物人的人情，吼。欠人情，还是讲时大父母对咱的疼，咱欠伊一种的人情，所以阮都爱用尽办法来甲伊报答安尼。佫一项是基督徒所讲的迄个属灵的债，福音就是属灵顶面的债。咱知影即个债务吼是安那？保罗伊讲我欠伊的债，到底是伊欠什么？伊是讲骗着啥货呢？伊是互咱看见着讲迄个债务的心态啦吼。咱知影现在一个国家若欠债，哇！即个世界的即个银行国际货币的基金会呢，就会介入去调整哦。咱前无偌久看见迄个斯里兰卡吼，讲参加“一带一路”，参加一个啥，拢倒啊就对啦。政府无钱通好发薪水啦，无薪搁较顶一摆的金融风暴吼。连迄个冰岛哦，迄个人讲世外桃源，迄个冰岛讲国家倒无钱。迄连美国嘛有发生一站的迄个危机呢，因为吼，迄毋是无钱，是迄个国会咧刁难啦，无通过预算啦，所有的遐个国民，毋是特别是遐个公务人员哦，无薪水通领呢。原来吼，即几十档，即20-30档。哇，发展真好趁真侪钱的中国吼，前几日嘛报告讲吼，哇，因为即个美国的抵制经济吼，哇发生足大的变动呢。讲广东吼，遐公务人员吼，开始薪水拍折，拍7-5折，1万比7500安尼吼。哇因为吼，
全世界的国家有诶足爽向善甲吼，啊有诶足好嘢着对，因为迄个经济无平，算讲无平等啦。啊，所以捌有迄款国家欠外债，啊因为吼真正无通好行，啊世界的即个货币基金会就讲好啦，免恁的外债啦，吼恁外债拢互清销去安尼。啊，咱台湾嘛，定定去咧帮忙遐个较弱势的国家吼，讲因的债务欠几亿的美金吼，啊咱退行债呢吼。啊，咱知影讲，即个国家若欠债吼，伊大概因的国民就无通足好过。个人欠债，无能力通还的时阵，就会失去信用。咱知影讲，啊，咱就无爱当去银行来贷款，也是讲你就袂当用信用卡吼。啊，这是咱所面对的迄个债务啊。但是呢，保罗竟然伊看待家己，会当信耶稣的事实甲过程，是讲伊欠福音的债。保罗原来伊的生活，也是伊的学习。伊若要伫当代生活是足好过啦，因为伊是社会即个知识分子啦。但是因为经历着耶稣的拯救，较早是迫害主的人，伊信主了，伊讲啊，我真正是欠福音的债，所以伊就是对伊心底迄个上界深刻、受改变的过程，变做传福音的热诚。伊感觉讲。若无赶紧甲福音传去，我袂堪得主耶稣呼召我诚侪伊的使徒齐赛安尼。哦，这是保罗的心态哦吼。啊，当然每一个人的感受无共款，有人我感受我这差遐侪无啦，无安尼无遐严重，但是保罗就是安尼，伊实际上是对头到尾哦吼。对于受呼召啊，到伫罗马的所在，到最后受处死，伊拢安尼。当亲像保罗这款对基督徒的迫害者，罪人的中间的罪魁会当信耶稣，会当得救。啊，所以表示讲，别人应该更较会当得救。伊是对家己的心态就对啦。讲我这个罪魁都会当得到耶稣的疼，别人更较需要这个救恩安尼。所以为着要幸福音的罪，奉献伊的一生啦。吼，迄就亲像讲我规箍人吼，一世人拢互走啊，就对啦。啊，无行袂了啊，无行袂了，就是安尼一直拼到尽忠到死吼。啊，所以保罗伊用欠债的态度，咱知影咱一般咱的兄弟姊妹吼，咱若小可欠着一个债务吼，咱就安尼心心念念就拼看会通赶紧还互清无？哦，赶紧还互清，就是咱一生的这努力拢要为着这啦。啊，保罗就是这个心态。第二项。保罗看见讲，这个福音有大权能，福音有权柄，所以唔是讲我要行罪尔，福音互你，你会得救；福音互你，你会得到真正的平安，得到真正的活命。啊，所以伊感觉这个福音的大权能是一定要做的。啊，所以咱这个大纲内底是中文的吼，伊讲我无掠福音做见效，这个福音是上帝大权能。要拯救一切信的人，大省是犹太人，而且是外邦人。所以福音毋是讲啊，我加招一群人，诚做基督徒安尼样样。伊是感觉讲，福音这个大权能是要拯救人的，要拯救的。啊，所以伊无掠福音做见效。啊，这个台语的圣经安尼写，我无看福音做见效，因为这个福音是上帝大能力，要拯救所有信的人。大省犹太人，后来外邦人，无认为是见效。这个福音有大能力，要拯救人。啊，这是保罗一个中心思想。所以你若是感觉讲，这个人需要救，这个人需要福音的能力，你就感觉这个人吼，哇，你较想尽办法拢嘛要，因为你是好意嘛，你伫对上帝来的恩典要甲这个好米互伊嘛。啊，所以现在咱讲福音是好消息，吼，福音是救恩。那么比较着拄则咱所迄个回忆，也是讲咱复习的经节吼。啊，这个使徒因离开聚会，讲因为堪得为着耶稣的名受辱，心内真欢喜。保罗就是安尼，我无掠福音做见效。有啦，
咱常常传福音的时阵，上大一个心理障碍，就是讲，啊，你是我的好朋友吼，啊，我若讲福音的事，你就变面啦，啊，你要安怎？你为着要维持这个友谊啊，就讲啊好啊好啊，啊看伊都安尼面相遐歹吼，宁可莫讲吼，啊来啉一杯啊就好啊安尼。但是为人毋是哦，你要做我好朋友来，你要接受我的信仰，就是安尼要甲传就对啦吼。啊面烂，啊无要放弃啊吼，啊是因为你无看福音做见效。第二种的障碍是讲吼，咱通常要讲福音互人的时阵会歹势。会感觉讲哎哟，安尼心虚啦，吼，会心虚，因想讲吼，第一你毋知讲了会完整无，吼，啊第二吼，你惊讲吼，伊若甲你问落去，甲你质问落去吼，你惊你无够遐的实力吼，徛袂在就对啦。啊早前伫庄骹，啊真侪人毋敢传录音，毋是袂晓讲，因为惊人互人干呐，甲伊吼。讲出伊的歹处的所在，等于吼，甲伊逼空就对了。讲啊，你做啥啊，无真正是基督徒啊，哇，啊歹见证就对。还是这位，保罗的意思是甚物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救我人类的能力啦，要拯救。当然，一般的人听讲，啊，我都营养好健康好，医生看哦。摕药啊，顾好，我就健康啊，我就拯救，哪会是安福音？迄毋知影吼，迄个福音是属灵的赞助就对啦。啊，所以保罗讲我为着要救我，所以我爱传这个福音。所以耶稣福音会当救我个人、家庭、社会、国家甲民族。咱拄则有读罗马书1章14节到17节吼。你看这17节保罗安怎讲？伊讲因为这个福音有启示上帝的义。这个义对头到尾，拢是通过信来得到。照圣经所记载，义的人会对信来活，表示讲，这个福音世界人看做粗俗无路用，对无？但基督徒看到伊这个信福音，会当称作义，伊要启示上帝的义啊！啊，对头到尾拢通过信来得到。讲义的人就会得到活，安尼表示什么？福音要救人，互人伫主兴发的时阵，主国来的时阵，咱通得到真正的活命。这个福音要救人的灵魂，救人的活命，无搁再受到这个罪的苦楚。啊，这个基督徒了解，一般的人无了解，所以人会讲：啊，你遐骨力要创啥？你遐面烂要创啥？啊，咱就好朋友，大家斗阵快乐就好啊！你豆要甲我讲耶稣，豆讲要甲我福音，因为伊都毋知影迄个活命的重要，迄个背后属灵的拯救的重要。啊，所以咱知，啊，咱就面烂要甲传安尼。啊，那伫英国吼，因伫19世纪、18世纪，差不多是全世界上界强的国家。啊，因强吼。除了是因迄个时阵，因的整个民主已经开始咧实施，迄个国民的教育非常的好。其中上大的原因就是因用信仰来领导这个国家。啊，所以有人咧讲起吼，这英国吼，因为有耶稣基督的信仰，啊，所以吼，伫迄阵伊大英国协啦吼。大英国协到全世界各位，有人是殖民地哦，有的是伊的移民去到遐建立国家的啦。伊讲真奇妙，这个英国无讲吼，我是世界大一统，你拢爱归伫我，伊毋是啦，伊甲因祝福。啊，所以纽西兰啦、澳洲啦、美国啦，包括加拿大的一半嘛是哦，因后来拢各自独立成做国家。有时比这个老母搁较大了无，搁较强大，像美国安尼。啊，而且因拢建立这个民主国家，啊，建立民主国家，搁而且因拢传承了这个基督教信仰。当然，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讲，英国当时会当扩大到遐尼大，
基督教信仰成做因上大的调酒啦。啊，伫迄个时阵有一个出名的首相，叫做威廉格莱斯顿，威廉格莱斯顿，伊当时是英国的自由党政治家，甲做首相。伊做4届的首相呢，1868年到1894年，差不多咱台湾的清朝时代啦。伊做首相做4次，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伊嘛做过4摆的财政的大臣啦，这叫做威廉格莱斯顿。这威廉格莱斯顿互人笑念因为伊真正出自心底，用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教示来领导这个国家。当咱比较安尼，咱嘛感觉讲，最近咱有听到这个消息英国人渐渐无啥爱去教会啊。讲迄苏格兰真侪教会哇，拢收起来，无人去啊。已经礼拜堂毋是囥伫遐，就袂歹袂烂呢，嘛是会放会落，所以爱有钱去维护啊。不得已到后来迄个苏格兰咱的母会迄边啊，话礼拜堂无开去啊，来改做图书馆，无改做册房，无改做民宿，嘛人改做讲迄礼拜堂悬来改做攀岩的所在，因为无人去礼拜啊。英国的国势，事实这几十年来，甚至几百年来，已经累到足济啊！互咱怀念讲，迄个时代，你看英国的宣教师搬山过岭、过洋海，坐船几啊个月来到咱台湾，投入迄种的精神，有失去无？有失去，咱都爱警醒。这个格莱斯顿呢，伊当时安怎回答？一个青年甲问啦，讲要安怎治疗人心中迄个刻骨铭心的伤痛呢？意思讲，我肉体疼，医生会晓甲我医；我心灵的疼要安怎医呢？这个格莱斯顿伊讲只有福音，除了福音以外，无其他的办法。伊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我、救家庭，也救这个国家。咱就知影讲，英国伫这个顶世纪、顶世纪，因安怎传承这个基督教的信仰，而且到各地传福音，所以英国因所开设的这个国家，大家国家拢足复兴、足强盛就对啦所以咱毋定讲有听到这五眼联盟有无？五眼联盟就是讲完全甲英国因的这个移民过去建设的国家，因即马成立一个等于一个联盟来做伙来维护这世界国际的平安和平就对啦。好，第3项保罗传福音的这个原因是讲，有一种的催迫感啦。若无传福音，我就有知的啦。哇，迄人教要传福音，讲到遐尼极端无简单。讲好加减传啦，无吧传一个啊，伊毋是啊。我若无传，就是有知的啊。我生惨嘛，迄种意思安尼。像姊妹，是安那保罗安尼讲，保罗讲，我传福音。原来是无通夸口的，毋是通夸口，这应该做的，而且是讲我是不得已，若无传福音我就知的，表示好亲像已经袂互主啊，我无啥物理由通计较，也是讲伫个所在伫遐反口径无爱，无任何提示的所在，我不得已，我都爱做，因为我若无传福音就知会安尼。台语的圣经安尼讲，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若是奉命在传，我无传就知会。咱知影讲，这传福音是一个足重要的使命，后壁面是带来对个人、对家庭、对国家的一个恩典呢。有迄历史的记载讲，现在俄罗斯无甲乌克兰咧战争对无头进前苏联的国家头前是苏俄的帝国，因伫9世纪就是已经接受福音，成做基督教国家。9世纪迄阵中世纪的时阵，就是咱讲东正教已经传到遐。伫1237年的时阵，咱知迄阵有元朝迄个成吉思汗因迄军队拍去到俄罗斯，你敢知？
迄阵有一个塔塔族讲过来的时阵，真侪殉道者，吼、啊，因迄个时阵犹原继续伫逐位建立教会。也毋过，咱知影苏联迄叫做苏联，就是共产党啦吼。伫1917年，共产党的革命。啊！伫1937年，因迄个共产党统治苏联的时阵，修订宪法，甲宗教活动甲宣教用法律甲伊限制。对迄时阵开始，苏联的基督徒就受阻挡，都无传福音啦。讲结果如何呢？所有的教会拢关门，俄罗斯的环境文明嘛，迄阵互关起来啊，经济萧条，讲政治倒退70年、100年。所以，称做一个黑暗时期啦。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的变故哦。福音一旦断去，规个国家拢出落去。所以，你会想着讲，咱隔壁中国，即马就是咧行这条路。即马台湾的牧师袂当公开去中国哦。你若去吼，先请你去食茶，若无签证无你。较严重的也去关几日啦，安尼啦。毋过有一项，互咱感觉讲，看着茫。虽然中国现真是霸道甲无理吼，因即阵经济已经受限制足大，拄则咱讲过。事实，中国的基督徒无放弃。那照一般的，因为这无咱公开统计啦吼。中国现在至少几亿的基督徒，等于匿名的基督徒，伫家庭咧敬拜上帝。这就是咱教会这个艳芳姐妹啊，拄则咧带咱唱敬拜赞美啊。伊顶无偌久吼，为着这个专工走去泰国，走去泰国清迈。我想讲，泰国迄边。都也无啥物限制，咱就爱走去遐。原来是讲有一群中国的基督徒，因为着要自由来敬拜上帝，专工当作用观光啦，观光的方式讲走去泰国要佚佗啦。事实是遐敬拜上帝呢。迄就亲像讲咱台湾有一寡人吼，要旅游啊，去旅游去佚佗，毋是要去游山玩水，是要来遐参加灵修会啦，要参加敬拜上帝迄款意思。所以一面咱看到中国迄个危机伫遐，经济差点要放弃迄种意思。但是佫看见一群基督徒伫暗中伫遐咧传福音，咱期待中国无因为安尼基督徒就受损害吼。所以保罗讲无去传福音，我的灵魂有在的，家庭有在的，国家有在的。所以保罗因为即款的事实，伊就冒险去传福音啦吼。咱知影咱即个世界有一个足大的即个宗派叫做卫理会，有无？卫理公会。这个是用即个创设者约翰卫斯理号名的。咱伫健康路遐有一间足水的卫理堂，有无吼？迄就是用卫理会、用卫斯理因兄弟即个名怎后来号即个教派的名就对啦吼。另外一个教派的名，有号用人的名号的，就是路德会，有无？咱知迄是马丁路德，叫做路德会啦，吼。好谁遐尔互人笑念，是因为伊带来英国的即个信仰的复兴，伊传福音非常的有效果，伊捌写过一张批吼，伫伊87岁时写张批互一个叫做亚历山大麦德吼。伊讲一段出名的话啦，吼，就是讲伊对福音的一种心境。伊讲，请派互我100位，除了罪以外，什么拢唔惊；除了上帝以外，什么拢无爱的传道人。意思讲绝对的、全然的委身啦。除了罪以外，我拢唔惊；除了上帝以外，我拢无爱。讲因无管是平信徒还是神职人员，拢不要紧。讲即款的人就会当拍破地狱的门，才能建立上帝国。这是卫斯理约翰伊一个名言就对啦。讲若有即款安尼，若要讲就是讲拍死无退的传道者吼，迄地狱的门就会当甲拍破去，当建立上帝国安尼。
另外，咱知影出名的麦克阿瑟将军吼，咱知影咱台湾吼，咱台湾甲麦克阿瑟是足有关系对无吼？啊，所以咱较早吼，较早台北有一条路叫做麦帅公路呢，吼。啊，若是有人咧研究历史这段历史啦吼，伊讲其实佫有另外一个对台湾非常对台湾的安全战后吼安全足有贡献的人，无写伫内底。啊，毋过即个麦克阿瑟将军，伊决定吼要跳岛来攻打日本，所以伊菲律宾拍了，他跳对迄个琉球去，啊无入来咱台湾啦，无入来，干那用轰炸机来甲咱炸尔。啊，伊是一个足二次大战出名的五星将军啦，吼。后来就佫发生罕见，啊，才离开伊即个领将军的即个职务，即个麦克阿瑟将军。伊捌讲过一句话，伫太平洋战争啊入去东京，伊带遐联军入去东京，占东京，伊留一句话，伊讲全世界面临的问题是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就是军事问题，军事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安尼也无了，伊佫来讲是讲啊，政治问题是啥物？是政治家的良心问题，良心问题是道德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是宗教的问题，宗教问题终究是神学的问题。意思是全世界纷纷乱乱、搅搅吼，到最后终结的问题是信仰。这个对上帝的认捌，信仰若无实施伫百姓中间，这个国家就是起落落，有诶无一大堆啊。咱真侪人嘛感觉讲，对旧年开始吼，哇，咱台湾吼都还未静诶，啊，就开始咧讲总统选举，啊，即个要选，迄个毋选，啊，要换送，啊，听甲有够仙诶，对无吼？啊，咱互咱搁较感觉讲，足袂通理解诶是讲吼，有诶人啊空喙报纸啊，讲东讲西吼，安尼也有票哩，也有人要支持你，表示咱台湾已经进入到一个吼。你讲是非，我无要甲你讲。你要讲真理，迄恁兜的代志。台湾的社会危机伫遮，是因为咱较早嘛上无嘛照一个真理。你讲白菜，我随互人甲你否定，即嘛毋是哦。白菜愈晓讲的人吼，票愈多呢。啊，这是咱台湾，即嘛进一步要选新的国家的领袖。台湾人的智慧，老大人的看法，中年人的看法。少年人的看法拢无共，啊，这就是麦克阿瑟讲的讲，若无对信仰甲灵性去了解吼，哇，即嘛网络逐项拢有就对啦，逐项讲法拢有安尼。像你即位，保罗讲，若无传福音，我就在一句话，对着现今的社会实况，咱实在是足需要警醒，佮深深来思考。第四项，基督的疼来激励咱。好，头前是我欠福音的罪啦，啊，若无传福音就有灾，但是另外一种是讲，因为上帝听我无将这个福气、这个恩典福音传互人，实在是足无差的就对啦。啊，这最后所基督的听激励阮。哥林多前书5章14就讲，原来基督的听激励咱。保罗伊的告白是啥物？阮若热狂是为着上帝，阮若清醒是为着恁，因为基督的听催逼阮。一个人毋是安尼讲，安尼小讲安尼。乌白做，是伊有一个根基伫咧，因为上帝听激励我，所以我欢喜甲即个恩典传互你安尼。咱信仰所得救，毋是有啥物条件，也毋是我有啥物通夸口的所在，因为这是上帝恩惠甲慈爱，啊，这是基督徒即个对原地欢喜甘愿啦吼。要传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听激励我，所以保罗讲，因为伊即个听，所以传扬福音。虽然咱能力不足，但是因为基督的听激励，啊，所以咱愿意传福音。意思是讲，毋是先讲你会晓袂晓，啊你袂也毋，啊你有能力无能力，是那基督的听互你，啊你毋做，啊要搁创啥安尼？所以全民百姓，逐个人若是信主，伊就开始带着一个责任，就是你要传福音安尼。最后第5项。因为主甲咱开门啦，可能到后书2章12节讲，我从前为着基督福音到得落啊，主也甲我开门。意思是讲，若无主开门吼，咱无一定传得去呢。啊，主甲咱开门，咱阁毋做，哇，门若关起来要安怎？
因为咱现在真侪世界真侪所在吼，传统院门是关的啦。拄则我有讲啊，疫情过对无吼？即马咱台湾还袂使团体去中国旅游哦，会使个人签去安尼。我有听见咱教界我牧师讲啊，我要搁开始一摆，因为较早捌关心过某咪所在教会啊，某咪所在基督徒啊，伊就用足侪办法，毋敢称呼讲我是牧师安尼。咱只专伫以色列信耶稣的人哦，你都毋免做公务员啦。咱只讲，掠做以色列就是基督教原地啊，起源地毋是咧，犹太教吼，足排斥基督教安尼，迄真奇怪吼。啊，毋知讲咱讲爱甲福音传转去耶路撒冷，就是即个意思。讲这世界足奇妙的吼，耶稣是伫遐为着世间人来死的啊，为着世间人的福音伫遐来传道理的，啊，无竟然本地的人无爱信。啊，所以当时遐个人若信耶稣，啊，你就毋免想要考公务员，啊，爱信犹太教。咱知影全世界回教国家吼，佛教国家、共产国家。真侪门拢关的，啊，所以只要你有受到呼召，即个有传福音的心，无论什么顺、什么所在，对任何人，福音的门就是拍开，啊，咱袂通失去迄个时机，因为咱毋知什么阵要关。迄就表示讲，咱莫讲遐看啦吼，兄弟姊妹，你有亲人对无？你有朋友对无？啊，你有厝边隔壁对无？你就想讲啊，有闲才来甲讲，有机会才来甲讲。有时吼，迄机会无一定即就失去安尼，有可能伊搬走啊，有可能伊有啥物代志啊怎啊，无搁甲你往来啊。啊，你若无趁即个机会传福音，啥物阵门关去，咱嘛毋知。啊，所以兄弟姊妹，咱有一个心境，就是讲，毋是担心结果如何啦。你是讲啊，传了毋知要信啊毋信，要接受啊毋接受，因为上帝成就一切，所以咱就是互相鼓励，进入。人群即场社群来传福音，而且带因到教会中间。最后我要讲一个故事来做结束。2015年的阵，第3月，迄阵我伫高雄咧牧会吼，啊，阮就有一群人十几位啊去参加新加坡的基督徒中心，因举办一个小组教会的研习会安尼。啊，目的就是讲要操练咱迄个小组事工运作的技巧啦，啊，小组事工的管理吼，啊，像咱。富强教会已经推动10几档的小组吼，啊，迄阵伫高雄啊，即个物件佫真新啊，长老教会啊，所以大家就去遐咧学习啦。啊，咱台湾有真侪教会去哦吼，啊，这是阮当时吼参加的阮伫迄阵盐埕教会的代表啦吼，啊，大家伫因即个礼拜堂的门口，迄个草坡吼，啊，伫遐翕后壁面迄个背景就是因的礼拜堂，会当缀3、4千人的礼拜堂吼，啊，即个是。迄阵吼，咱台湾去的基督徒吼，即个学员吼所翕的相啦。啊，因迄个上届高峰就是伫迄一个拜五暗举办一个叫做宣教大会，吼啊像一个足大的一个演唱会种感觉吼，诗歌啦，迄个敬拜赞美啊，有人来做见证吼。啊，即个影像迄个牧师是因的主任牧师吼，啊，伫迄个足。激励人的即个会中间啊，大家参加啊，这个是因即个礼堂啦吼啊，这个各个国旗，就是讲伊去宣教的所在，各个国旗拢有放伫内底，包括台湾的国旗嘛伫内底吼。啊，就是有人来做见证，有人来回应。啊，演习会高峰就是宣教大会，伊的讲员有一个是对中东来的吼，叫做萨巴斯恩牧师，伊分享伫中东伫回教的势力下面。有随时遭受到迫害、甲生命危险的环境，啊，伊安怎勇敢同了因行足侪新者来，啊，就安尼，即个是你看伊缀一个阿拉伯的迄个琴啊吼，啊是即个牧师啊伫遐做见证，啊，当时宣教大会就开始呼召，有国际献身参与短期啊专职的宣教工作的，哇，一群人啊就签国际单，啊，上大就是讲。来参加宣教大会，毋是来遮闹热尔，大家人受呼召感动，讲你明年要为着宣教奉献，
来找派宣教师出去安尼，说大家就任捐咯吼，毋是当场就现金啦，因为有人奉献足大条的，就是用任捐单甲签落去，来任捐奉献。迄阵阮得到的资料是安那，因华语部较少哦，英语部较大，因有华语部任捐吼11万新加坡币，头259万。英语部搁较济吼，因差不多即个259毋对去啊，即个无写着，是因英语部嘛参与足多的经费就对。然后2013年任捐偌济呢？拢总来用红字的遮，迄个台票啊，6000几万，6000几万。这是因这宣教大会所拍来即个信心的承诺，就是讲大家陆续，比如我要分期来奉献，为着这钱来做奉献吼。这是因的奉献的结果。这表示讲，这间教会吼是用尽气力，兄弟姊妹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家己做宣教师。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所以咱台南吼嘛有一间教会，互咱感觉真安怎讲，真敬佩啦。就是咱台南上大间的一间台南圣教会，台南圣教会。因呢，顶日牧师因为受选，成做咱台南市一个叫做基督教协进会啦吼。这委员大家斗参详，讲要伫都市来传福音，来兴起教会安尼。我有接到，迄阵我要开会的时阵有即个台南圣教会牧师啦，伊即个高敏智牧师啊，伊伫阮的群组来写一句话讲歹势我即阵吼，人伫迄个赛德克族啊，有无？咱迄赛德克巴莱迄个伫迄罗山温泉遐啦，搁较深山的内底一个部落，我招一个宣队哦，伫遐咧参与宣教，去咧甲因看吼。伊讲毋知赶会转来袂啦，吼，毋知赶会转来袂，安尼就对啦，吼。伊咧意思讲，惊袂赴人转来开会是拜五，即礼拜拜五安尼。无拍算讲，拜五一个开会伫台南福气教会，伫迄个义在金城遐啦。看到伊已经来啊，吼，坐伫遐。伊咧甲阮分享讲，因伫7月即个月，当推动了，因2礼拜拢总出动。因的教会260个参加，16个底宣队哦，毋是囡仔哦，大人、少年拢有啦。参与各种的福音事工，大家听了真感动，因为即阵热啊吼，这个人吼开到遐做底宣，毋是干那教遐囡仔唱歌来讲故事啦，真正去原住民的教会，甲因斗款迄个有的原住民吼。老人无通好款内底，甲因斗款内底，水沟甲因斗清呢吼。这是牧师吼，伊讲开会甲伊翕的吼，即个高敏智牧师啊吼。人足有活力的就对。因吼伫2礼拜前，整做一个彩排大会。即个台顶遐的，就是因遐的底宣队大家准备要出门吼。咱看见因在是真无简单。因去10几个所在啊，你看遮拢总有4队，其中一队就是咱教会进前捌去过白水溪春山啦、龙潭啦、仑背啦，搁一队是来吉啦、新路啦、武林啦、下营啦，搁来是布隆部落啦、人伦啦、阻碍啊、明潭啦吼，搁去花莲啦、内斯伫屏东啦、努夫路马啦、都达安尼，较侪去原住民的所在去遐传福音，因叫大家安尼。两礼拜的底宣倒转来啊！伊毋是讲去到遐互因招待哦，是家己炸钱奉献，家己炸物件去，家己遐煮，搁家己斗款安尼。阮伫咧群组内，大家讲哇，高牧师恁教会实在是足甘心的，大家足欣羡的，就对啦吼。哎呀，真顾谦讲阮就大家努力。人讲这大人去传福音，拢毋免请教。无哪有时间？伊讲无啦，遮会要传福音的人，旧年就讲好啊。我要甲即2礼拜特休拢甲放伫遮，放伫即个2礼拜的底宣队的时间，毋是要去佚佗。咱特休就是讲改一个时间要去外国旅游嘛，毋是。伊讲我甲即个时间奉献予上帝。所以心内是真感动得到真大的激励甲学习啦。兄弟姊妹，最后咱互相勉励讲。教会福音的使命是啥物？咱伫周报内底一直咧
强调这3项，就是咱教会是上帝地上的代表；第二是受委派去拯救罪人；三，教会是信的人的组织，却是为着无信的人来存在。上帝对基督徒的调明是甚物？上帝拯救你，无关系你的身份甲行为，你做好做歹，遐个强盗、遐个犯人，上帝同款救。啊，上帝使用你，无关系你的能力甲背景。意思讲，哦，我着什么人熬的，才上帝要呼召，毋是上帝就是无关你的能力甲背景。兄弟姊妹，最后牧师一个呼吁，咱已经7月吼，咱第6期的幸福小组。有定啦吼，有定开始呼召咱各小组开始来筹备，8月开始就要开始做邀请吼。啊，咱教会真后变巧，有的小组因用无共款的方式哦吼。较早着爱8礼拜，啊有时咱才改变化。有的人是用连续迄个福音地会拢会使，主要是讲有想要传福音啦，各种方法拢来使用。但是咱用幸福小组当做一个总标题吼。啊，咱大概8月20到9月初9吼，开始做启动，啊，然后9月初10到10月29开始要请这8次的进场。啊，这是一个邀请，我欢迎讲咱各位兄弟姊妹各小组同工开始祈祷，啊，恁会当筹备这款的幸福小组。咱顶半年是这个门徒训练，下半年咱就是开始出去传福音。啊，咱看见保罗先生的见证，咱看见啊，这新加坡福音三一教会的见证，咱看见台南圣教会互咱的激励。我期待讲，你有欢喜为着主，亲像要行福音的祭，为着要见证耶稣基督的疼，咱做伙为着福音来拍拼。这时咱要来吟首诗来回应主吼。这首诗歌咱老一辈足爱吟的，就是福音正声。